以有所思第2章。以前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，灵性已经死。迄时恁趁世间的潮流，顺服空中的掌权者，就是现在得管辖背逆上帝的人迄个邪神。其实，阮以前嘛拢甲遮的人共款趁本性的欲望生活，照家己肉体的私欲甲意念的行动。阮甲其他的人共款，注定受上帝刑罚。毋过上帝有丰盛的怜悯，用极大的慈爱疼咱。伫咱还得背逆、灵性已经死的时，以互咱甲基督做伙搁活。恁是对上帝的恩典得着救的，通过咱甲基督耶稣结合，上帝互咱甲伊做伙搁活，伫天顶做伙掌权。伊安尼做，是要通过基督耶稣对咱显示慈爱，通对后世代表明伊无限丰富的恩典。因为恁是靠上帝恩典对信得着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的恩赐。既然毋是靠行为，什么人都袂当夸口，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，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，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。所以，恁才会出世做外邦人的，着会记得恁过去有互自称受割礼的，就是用手伫身躯行割礼的犹太人，叫做无受割礼的人。恁迄时甲基督无关系，无属上帝的选民，无分伫上帝应允的名约，伫即世间无仰望，无上帝。毋过恁遮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，现在靠基督耶稣，通过伊的死，已经甲上帝亲近。基督促进咱的和平，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。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，消除因中间的敌对。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，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。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，互两边成做一体，通甲上帝和好。安尼，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。包括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，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，通过基督，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拜。所以，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，毋是出外人，是甲上帝的子民边边做国民，做上帝的家族，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。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石，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，渐渐扩大，成做圣的殿归属主。恁甲伊结连，靠圣神的帮助，嘛做伙受起造做上帝徛起的所在。